啊，中原地產嘅 Veronica V 仔，喺我身後嘅係最新嘅樓盤啟德海灣，我哋陣間去望下個籠啦，我陣間會俾大家睇下，好靚啊呢度，我哋事不宜遲去片啦 ，Go Go！ 入到嚟樓下嘅大堂都好闊落，地下呢用雲石嘅設計都十分之高貴。喺片尾呢，我哋會睇下呢一個屋苑嘅園藝同埋泳池、健身室有啲咩配套等等，大家記住睇到最尾啊！去到架 lift 入邊仲有凳可以坐添。嚟到呢個走廊嘅位置，風格都真係好時尚，好港女，好多雲石，好靚。我哋第一間呢睇一個 H 室嘅單位，咁佢嘅實用面積呢係431尺兩房嘅。我哋行去望一望入邊，咁我哋拍攝於呢個29樓嘅示範單位 H 室。一入門口，左手邊呢，佢會採用一個飛利浦嘅一個電子鎖啦，十分之高級，質地呢都好好。右手邊呢會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以灰色格調為主，一個大嘅雪櫃啦，咁都係雙層噶啦。客飯廳連接住呢就係呢個露台位。接下落嚟會係一個浴室位置，細房，主人房，跟住呢，我哋會睇一個 A 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呢586尺。係一個大單位，同埋佢係3房嘅。一入門口嘅位置，右手邊呢就已經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而呢個位呢，發展商呢都十分之貼身啊！佢係一個拉出嚟嘅一個儲物架，可以放一啲調味料等等嘅嘢。雪櫃呢會喺一入門口嘅左手邊。客飯廳嘅位置，望一望間主人房先，呢個海景啊真係無敵啊！1200萬咋，有冇人可以買俾我啊？主人房浴室，最殺食就係呢個露台位啦。設計師以跑車嘅設計，一個梯形，時尚感十足，仲要望住呢個 view， 一覽無遺嘅海景。客廁，咁客廁以淋浴間啦，咁主人房呢就會有個浴缸，有啲唔同嘅。睡房啦，其中一間都係呢個海景啊，無敵啊，好靚啊，好鍾意啊！貧窮限制咗我嘅思想。最尾一間房，我真係好鍾意呢個景，靚到飛起。我哋最後去望多次入門口呢個位。接下落嚟係一個 girl 室嘅兩房單位，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32尺。一入門口嘅位置呢，左手邊呢會係一個開放式廚房，咁其實都同啱啱嗰啲示範單位呢都係一樣。而右手邊呢就會係一個客廳位置，連接住客廳呢就會係呢個露台位啦。3合1露台，而家嘅新樓都係呢個做法，十分之寬敞啊！睡房位置，睡房外面嘅景觀，浴室位，
主人房位置。接住落嚟呢，我哋會睇一個入門版一房嘅單位，單位呢係 N 室，實用面積係288尺。一入門口呢，右手邊呢會係一個淋浴間啦，咁其實都寬敞㗎啦。其實除咗佢係黑廁之外，其實都冇乜缺點嘅。發展商仲整咗好多層架喺度俾你擺沐浴露啊嗰啲。客飯廳位置啦，連接住就係左手邊呢會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咁都大同小異㗎啦，同其他。咁佢個雪櫃呢會喺開門嘅右手邊。連接住呢就會係一個露台位，咁其實佢都仲望到海景嘅，都幾靚。房間位置啦，咁呢個呢都幾實用嘅。接下落嚟呢，我去參觀一個 M 室梗廚嘅單位。咁其實梗廚嘅單位呢，呢一個戶型係唔多嘅。呢個係一個梗廚啦，咁其實佢呢個實用面積咧有481尺，係一個 M 室 2A 29樓嘅示範單位。咁佢梗廚咧變咗可以用返明火。露台外面嘅景觀，我哋翻去參觀埋房間。咁由於呢一個示範單位咧，呢啲台凳咧係唔會喺度嘅，只不過係咁啱擺咗喺度啫。咁呢個係房間嘅景觀啦。睡房呢個景觀啦，接住落嚟我哋參觀埋呢個 L 室嘅單位，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30尺兩房。一入門口嘅位置呢，左手邊呢都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嚟嘅，右手邊呢會係一個客飯廳位，連接住外面呢度會係一個露台連工作平台嘅。睡房位、浴室位置、主人房位呢，我哋就睇到七七八八啦。我哋呢去介紹一下關於呢一個發展商同呢一個樓盤。我哋沿路去參觀一下呢度嘅園藝嘅時候呢，我就一路同大家介紹翻關於呢一個屋苑更加多嘅嘢。室外泳池呢個波西米亞風嘅設計呢真係好靚，咁呢個發展商呢由嘉華國際，一共呢提供咗2138個單位，單位嘅實用面積呢由269尺去到771尺不等，由一房去到3房都可以提供。呢度嘅會所呢提供咗一個24小時嘅健身室，同埋一個無邊際泳池，室內外泳池都有。啟德區啊，實在係潛力無限啊！呢度個園藝真係冇得頂啊！呢個多功能嘅變幻運動館呢，係真係一個大賣點嚟嘅。佢有一個真實嘅籃球場咁大，另外呢，佢仲可以配置住音樂去變幻去唔同嘅燈光，另外仲會有一個攀石場。大家快啲約我睇樓啦！我哋下一條片見，拜拜。